大家好，今日同大家介紹潮汕雜錦，一個專注於復刻同傳遞潮汕地道風味嘅食品品牌。我哋深信時間造物嘅力量，堅持以傳統工藝為根基，專注挖掘深植於潮汕文化中嘅古早味道。產品理念，品牌以5年釀造、零添加嘅純粹魚露作為起點。我哋精選最優質食材，嚴格恪守潮汕古法製作，致力呈現最乾淨嘅配方同最本真嘅風味。我哋希望每一款產品唔單止係一種調味，更係一段關於潮汕風土人情嘅味覺記憶。核心價值，潮汕雜錦旨在將呢份歷經時間沉澱嘅滋味融入現代人嘅日常飲食生活，等各位喺快節奏嘅都市生活中，依然能夠品嘗到不變嘅傳統與匠心，從中發掘簡單而純粹嘅生活靈感。市場定位，傳承潮汕古法工藝嘅高端食品品牌，堅持零添加、純天然釀造理念，針對追求生活品質同飲食文化嘅消費群體，適合注重健康同時講究風味嘅現代家庭。潮汕雜錦唔單止係調味品，更係承載住潮汕飲食文化嘅時間印記。多謝收看。